另外講到這紅太紅蝦，昨因為有號名權的日本區域專業氣象中心，原底抑閣認定這是熱帶性低氣壓，所以咱先該升級做紅太是以無號名來處理。但即馬嘛已經正式該認定做紅太紅蝦，氣象署也已經發布海上的警報，咱趕緊來聽拄則詳細的說明。氣象署已經在昨天深夜針對今年第12號颱風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。在今天清晨的時候，也由於地區氣象中心日本正式給予名稱，因此我們正式命名為紅霞颱風。紅霞颱風在今天早上8點的位置，距離鵝鑾鼻大概東南方約470公里的海面上，未來將持續的向西北西的方向穩定的在移動。而從它中心的對流可以看起來，它的結構相當的扎實，它的強度也比過去來得好，所以它的中心強度從過去的18公尺每秒增強到20公尺每秒。它的7級風的暴風半徑也從60公里擴大到80公里。我們預估它未來持續向西北西移動的過程當中，它的強度還是會持續增強，暴風半徑還是會持續的擴大。也由於它持續向西北西移動的過程當中，它未来即將影響到巴士海峽、東沙島海面、台灣海峽南部，因此我們要提醒在這附近的航行作業船只務必要嚴加戒備。